议员朱正轩伫总质询以台南这5天来每个月车祸的伤亡人数来检讨，认为趋势并无明显下降。虽然知影市府每个月都按汇报拢会提出 A1 等事故的分析，进行交通工程，其实是好节改善。不过，咱每10万人 A2 事故的受伤人数，也个是全台数一数二的高。我们现在看的只是死亡数，如果以死伤数来讲，是台南市这个每10万人的死伤数，它的数字就是一直在跟台中抢第一、第二。其实 A2 才是比较能够分析事故的趋势，没错。比如说各种不同的在路段或是在路口 A2 发生的这个事件的趋势，那才是真的我们看到所谓的依照式的路段或路口的改善。这样，所以我相信整个市府团队一定会认为说，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。特别说，不管是媒体还是社群上的讨论，其实大家对我们台南交通都有一些指教。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做非常多的努力。对，其实刚刚局长讲的也很对了 ，A1 只是 A2 中间情节严重的而致死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看 A2 的大数据的话，事实上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应该特别的注意，尤其有些地方发生 A1 的地方，其实它同一个路段 A2 的应该也不少。另外，在台湾文化博览会受大家喜爱的吉祥物航阿鸟，10月23推出公仔预告以后的持续欠会，互民众拢相当的期待，透过议员来定情。其中有一条嘛回应，该文创商品一定的可能是限量珍藏，其他是有另外版本的产品供应来慎重思考。台南新闻，阮及林英庚采访报道。